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仔日国内无增加病例，而且本土病例感染者所接触的人全部拢是阴性的。另外，乐团五月天只是宣布讲25到27的演唱会取消。有进口300种这个美国猪肉、牛肉9项行政命令，在民进党团人数优势之下，今日是顺利通过。有玉山的职工发现讲，山屋的设备甲底下若有导火线的分裂，可能是爬山旅客乱用火所造成的。今仔日立法院针对着开放进口300种猪肉的9项行政命令进行表决，靠着执政党人数优势之下表决通过，明年就会正式开放有300种的美国猪肉，加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不过，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刘建国甲江永昌这3个人是弃权无投票。民进党团表示讲，会针对着弃权的行为移送中评会。二是立法院议会审理关系进口内地9项行政命令，甲在野党提出学校卫生法修法展开表决大战，中央议会透早到加急动员议定攻防。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发出爱地球对决，经过几暝周暝静坐，国民党立委小花忝强调会坚持到底。时代力量甲民众党也表示反对内地立场，投反对票。要挡下莱猪进口。实在是不容易了哈，几乎等于是要奇迹出现。勇于发言，勇于辩护，记名表决，直球对决。进行传出选区伫农业大关的3个民进党立委可能走票，屏东选区立委张家彬后任表示无受到地方压力。二是早起11点针对学校卫生法、食品卫生法投票，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甲刘建国2人是无投票。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可是只是坚持理念，坦然接受。我一切泰然。那送党团之后，也要送中评会处理。民进党团表示会针对2人走票移送中评会。林秀芬伫面册表示，对开放内底了后的管理甲配套依然有疑虑。若坚持理念被动处分，伊会接受。国民党甲时代力量提出学校卫生法修正动议，希望评定学校营养午餐禁用含内济肉品，加是按法修正标示内济。毋过，互民进党因素优势的后任，注定维持即卖规范，无要修正。我们没有办法标示清楚是不是莱猪，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加上任何的罚则，这是骗局一场。美猪美牛不应该要进入到这个校园里面营养午餐里面，应该要进入到这个法律的制度里面，遭受的否决。9项关系内地进口行政命令有动物用药残留标准，修订猪肉内济残留容许量规范，放零30个月以上美加牛肉进口，甲农委会公告国内禁用乙型受体素，毋过牛猪伫国外使用内济无受限。因是定所山庄包装食品的猪肉原产地标示相关规定，毋过9项行政命令甲附带决议有179案，一直到尾暗为止，依然一条一条的表决。中央立委也做好亚战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继续关心国内疫情。在今仔日，国内无增加病例，而且本土病例接触者全部拢是阴性的。另外，针对着外国技师四界行大行踪，有人认为讲无全部公开行程，这是唔对的。疫情指挥中心也解释讲，公布地点的原则，只要是人来来去去的开放性地点，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迄款所在才会列入去病例的公开行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临时召开记者会，指挥官陈时中亲身出来说明，搁一解强调讲，唔通家己公开疫情调查的卡热。公众无谓恐慌，谣言流传，侵害个人、各资及机构运作，除涉及行政裁罚外，亦有可能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的责任在。针对第765例纽西兰籍技术公布卡热所引起的争议，外界认为指挥中心无公布互确实。针对这件代志，指挥中心佮特别说明，确诊疫情调查的流程，还有卡热公开佮不公开的原则，强调讲，若是确诊者出入的所在有稳殊性，特定人士才会当入去，譬如讲家庭、私人聚会场所，或者是半开放式的场合。
包括职场、学校、病院、旅馆等等，若是会当将握接触的对象拢被公开，就算是开放式场合，像讲餐厅、健身房等等，会当做是名字的场所，较好将握接触者的所在嘛未公开。毋过若是非特定对象，拢会当入去的开放性地点，就讲百货公司、卖场、长途的交通工具，考虑到无法度将握接触者，这时阵就会考虑来公开。接触对象有可能会符合我们密切接触的定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考虑公开这样的行程。因为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齐卡新捌伫咧面册抛出第765例，更较详细疫情调查卡热，可能会涉及漏泄疫情调查的资讯。但是梁在去接受广播节目专访的时阵表示，未来改告。毋过讲到台湾真无简单，维持253天，新冠病毒零本土病例，毋过说因为765例无配合防疫措施，转来破功。伊嘛坦白讲，第一时间知影时阵，心情真正是做失落。难免就是说有一些失落吧，也不会说因为要维持记录而把这样的讯息隐匿或是不承认它。但是中嘛批评第765例早就出现家扫的症状，却坚持无要挂嘴案，甚至是伫咧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违规出入公共场所，而且疫情调查嘛无要配合，会依法来处罚。经劝导不听者就罚嘛，增添到15000，按771相处的时间这么长，那不可能说忘记嘛，就是在疫调上面没有配合，6万到30万。但市长强调讲，台湾经过10个月疫情调查经验，技术已经愈来愈熟，大部分接受疫情调查的人嘛拢真老实。就算这个技术无坦白讲，毋过指挥中心嘛当透过各种卡热的追踪来掌握甲判断。而且强调，伫咧公布第765例活动卡热了后，12月22甲23通报的采检人数，分别是10个人甲30多个人，暂时无阳性个案的通报。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空用着违反添染病防治法做理由，甲一位染病纽西兰技师开除啊。交通部暗头也决定讲，要甲中央航空罚100万。不过，正受员工跳出来检举讲，有一位甲纽西兰技师共坐机帮的空服员，等到台湾无检疫，就直接去参加当初的聚会。中央航空也驳回讲，这位空服员的身份是会机的监会人员。这位空服员无伫外国过暝，就直接登来台湾，照规定是唔免检疫的。不过有经过采检，目前伊也是阴性的。777的客机专做飞机，客舱的座位是放一箱搁一箱的货。叫中央航空开除的纽西兰籍技师，就是驾驶飞机的时阵无挂嘴暗，才为互同事。即马阁有内部的员工举报，甲这个技师共一帮执勤的一个空服员，登来台湾无居家检疫，阁出国参加一场有100人的聚会。如果真的是没有入境到流行地区的话，的确是不太需要去做严格的检疫了。现在的案例是说，同机的机组组员有人感染的话，那么他本身就是也有感染的风险，就变成要按照一般检疫规定。中央航空表示，这个空服员是12月12日由台北飞去芝加哥客机机舱载货的客舱监会人员，飞行机伫芝加哥入会了后，空服员就随原班机转来，因为外站无入境甲住宿，照机组员的防疫规定，无需要居家检疫，伫咧16暗参加私人聚会。他们最多有可能就是送餐的时候，但是正常人来讲，因为机师不能有规定不能离开他的驾驶舱，他们之间的接触其实很少。这个空服员并无违规，但是港班技师无挂嘴暗，佮规避疫情调查是属实。就算中央已经甲技师开除，毋过交通部认定中央无尽到管理诈欺的机制，已经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还有纾困进行特别条例，会来处罚100万。那当然，航空公司也会负有管理的疏失的一个责任这个部分我们会选择最重的这个条文来加以处罚。因为去互交通部处罚，中央航空实施更较严格管制手段，要求机组员自即马开始，若是过去14天捌执勤，无份飞机客机，拢禁止参加暗会甲庆典活动，嘛袂当去人真济的所在。若是违反规定，看状况会互因上严，甚至是开除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咱台湾逼出本土病例，不过真侪所在新年暗会拢照常举办，亲像台北市就爱徛名登记挂水暗磅体温，才会当入场。另外，高雄市是伫海边分区进行人数管制，市长陈其迈也呼吁民众讲，灯光秀就爱徛互远远看才较好看。领导各团5月天正式宣布讲，25到27的演唱会暂时取消延期。
过一礼拜，全台跨年晚会特别开始，不过国内出现本土病例，指挥中心严格要求地方政府做好防疫计划。台北市政府公布跨年防疫措施，31暗时，伫北市府布袋区周围设管制区，伫上古路、松寿路甲市议会头前设3个管制区，民众伫入口完成消毒、挂喙安、磅体温，甲完成签名册才能入场。那我们会采取几个原则，第一个是总量管制、分区分流。那另外我们会有实名制的方式，必须量体温、身份证跟台北通。那全程要戴口罩，禁止饮食。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会做好应变计划，看疫情发展无排除减少跨年规模，或者是用线顶活动。跨年前疫情若严重，也无排除取消跨年晚会。所有室外的活动，只要群聚，都要求要戴口罩，戴口罩不分室内或室外都要戴口罩，即使在户外也不可以吃东西。蓬莱港区这个部分，我们就会采取比较高强度的这个防疫的一个管理，这个稍微有一点距离看可能会更好。高雄市跨年活动今年伫海上舞台举办，陈其迈表示，海边这分散区域会控制整体人数，也会做快速反应队，机动机车甲劝导民众挂喙安，希望参加民众配合防疫。另外，5月天原定自5伫桃园办连续3届演唱会，虽然桃园市政府已经做好升级4大防疫疏运机制，不过主办单位24下晡也是紧急宣布延期，防疫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马在实行秋冬防疫专案，那准地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拢爱挂水安。不过，国光客运所有旅客去投诉讲，司机伫车顶广播，因为疫情关系，较歹伫车顶食物件。有的旅客认为讲司机安尼管伤过快，不过客运公司认为讲司机真认真，想法也正确，颠倒就爱家己学路才对。车上请全程戴上口罩。如要饮食的话，请保持安全距离。要赛车进前，驾驶先公布来提醒乘客，呼吁讲尽量唔通伫咧车顶食食。若讲真正要食物件，爱保持社交距离，或者是边仔乘客有挂喙炎的前提之下才来食。但是最近业者接到真侪投诉，有乘客伫咧上班时阵想要食早顿，但是驾驶管伤严。大部分都通勤路线的旅客比较多，因为他们赶车啦。坐在那赶车，然后上车就要吃东西这样子，我们就很和缓的告诉旅客，因为这段那个防疫期间希望能配合。国光客运表示，其实乘客反应真无共，有人要求业者应该直接禁止车内底食物件，避免交叉感染。针对客运投诉的驾驶，国光客运表示，拢会来调监视器，若是确认驾驶是可以提醒落实防疫，袂甲因处罚，佫会来甲因表扬。在上车以前，你本来就应该是尽量是吃饱了或怎么样嘛。像他这里这么多位置给你休息呀，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吃？等搭完车再吃就好了。很支持他们这样的政策。另外，因应国内出现本土个案，交通部的防疫会议决议有关大众运输场所的防疫规定，以代替高铁做基例。原本伫检票了后，才强制挂喙安，23开始已经先及做进入场所就爱挂喙安，若要食物件爱保持社交距离。进入车站请全程佩戴口罩。入训时，请维持社交距离，或相邻旅客有戴口罩时的饮用。因应元旦假期就伫要到啊，交通部嘛要求代替高铁爱加强消毒，落实磅体温，嘛提醒旅客配合防疫规定。若是有超过违规，或者是无听可劝的人，会以传染病防治法来通报处罚，相关会当罚新台票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台湾面对中国威胁，国防部宣布讲，2日内会新增加5个步兵旅。明年开始，北部甲南部拢有一个步兵旅会扩大编制，甚至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海岸守备旅。另外，中科院昨伫东部外海试射飞弹，外界研判讲可能是天宫系列的飞弹。这是中科院9月伫台东外海试射火炮画面，因为弹道高度无限悬，被看作是发射天宫3型定天型飞弹。中科院规划位置4到3亿，伫东部海域搁做火炮射击。同款规划弹道无限悬，危险距离超过160公里。外界研判发射天宫系列飞弹的可能性真悬。好亲像引来解放军主席70支德成派军舰伫南苏南方海域出现。我们在试射之前都会考虑环境跟天候的因素，所以就是说，对于说他们可能有是来禽收或怎样的，其实这边都有相关的掌握了。
是的。中科院拢掌握相关的动态，面对解放军步步进兵，国防部正式宣布扩编，按算2年来新增加5个步兵旅。第一个阶段选择明年元旦伫北部地区扩编第109步兵旅，甲南部地区扩编第117步兵旅。按过问题是兵源要为倒来的。新编的5个旅主要是基干人力，并且从编制员额来调整，国军的总员额并没有增加。国军后面是扩军，强调是扩编，目前有7个步兵旅，搁变成5个步兵旅，总共有12个第一类型团安守备旅。新扩编的2个步兵也平常是担任新兵训练任务，暂时担任守备任务。专家认为，先延会机步旅增加力调派进的机关，不过不是好办法。军事训练是比较不足的。那如果说在不动用原额的状况下，那试问你要抽调是机步旅的官兵呢，还是战甲旅的官兵？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不管国防部怎么说法，说真的，这个不动原额这个说法下是非常非常可疑的。另外，解放军无停止绕台行动，24个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空军出动真济批军机来警戒。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根据统计，共计这个月进入台湾空域71天，国军这摆采取新编部队，也为台海紧张情势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南回铁路电气化工程对23开始使用，想袂到头一天就出现问题啊！暗时6点外有一台机公号出现故障，卡伫咧邦野1号泵坑内面，要到2点钟。这台机公号顶头还有28位旅客，这站事故所造成的慢分，也影响到1200多位旅客。几名乘客坐伫机公号列车顶头等待，23尾暗6点55分，713次机公号因为故障停伫屏东邦野1号泵坑，停伫内底101分钟。代替赶紧对邦寮站出动救援车，甲火车驶到邦野站。有可能是电车线的零件脱落，造成电路的短路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调查。那因为昨天是我们首航日所以我们陆局也相当重视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会会同工程单位，就是铁道局，再做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跟改善。南回铁路电气化20只完工启用，尚未到23就故乡。虽然南回线是观光路线，所以这班机公号只有28个乘客，也毋过伊故乡也是影响7个班次，计共1242个旅客。我们利用下一班的323次的自强号来接驳，让这些旅客能够还是可以顺利的抵达台东站。那323次也因为接驳我们713次的旅客，也增停了713次的停靠站。目前南回线已经恢复正常，也毋过也受民众认为代替袂信用的，嘛质疑代替行车的安全性。代替表示，即马已经在推测行车安全改善计划，甲车辆旧换新。另外，会对火车、铁轨路人员这方面做全面性的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可能受到疫情影响，最近真侪人去爬山。不过，玉山管理处的职工发现到圆峰山屋的加压地说明帮去互火伤歹去，伫金矿山屋边仔的检顶内也火星，怀疑讲是游客伫山区伫咧煮食。虽然照规定爱该罚钱，不过若准引起火灾，恐惊是毋是罚钱就当解决的代志咯。拄着管处职工所提供的相片，会当看到玉山圆峰山屋，会当在加压地下的说明帮规去互烧掉。玉管处研判，山友可能直接伫咧加压桶顶灌煮物件。山友听到龙海头讲这种行为真正是足危险的。我觉得很夸张啦，为什么他那个地方总是有写一个就是禁止烟火，或是说怎么样的一个，应该有这种告示。有关处指出，除了向主峰的白云山庄有116个村位，国家公园内底其他15个山屋，大部分拢是20层左右的小山屋，算是避难型的小屋。打入去内底就是眠床，空间真矮，为着方便大个人会当简单煮物件。山屋的外口拢有会当炸好的厝舍，山友会当伫下骹煮物件。若是讲伫咧山屋内底煮食，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第13条，经过检举，若是查核是真的，相关会当处罚3000块的罚金。就是他把这个炉具架在这个PAC 的桶子上面，去做这个动作。禁止于停车场或指定以外的地区露营、野炊，然后炊事，在国家公园法是可以开罚。
啊，还有志工发现有人直接伫咧中央金矿山屋边仔捡着拿点火来烧，而且火车佫无拍化，险啊引起山难火灾。山友批评讲，即款的行为真正是作恶质的，啊，毋过对使用者的观点来看，嘛点出两难的问题。说在外面的桌子那边围一些防风防雨的设备啊。8月80外座8个的食烧者建议，开放山南爬山的人变多，乱象嘛变多。除了山屋禁止煮食，嘛应该考虑增加会当煮物件的区域，啊，佫有遮蔽的设施。山友看到有不当行为的时阵，嘛要勇敢甲因阻挡，才会当避免山南引起火灾这种可怕的代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劳动部在今仔日佮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咯，无薪假的人数又佮变侪啊。执行企业有531间，人数是跌到6500人，其中旅行社佮做小卖是增加上介侪。劳动部分析讲，无薪假的数字比顶礼拜有较侪，也因为近毋是旅游季节，也无外国观光客，所以无薪假数据会增加。大部分拢是因为旅游业，这回增加的有8成是伫咧台北市，大部分拢是旅行社甲航空公司。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已经举办30天的绿色买价，今年是宣布讲要先来暂停。社会福利团体表示讲，因为着爱保持社交距离，今年改做是分礼品甲分红包，也互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社会温暖。送礼到家哦。高妈妈带后生为送礼大赛，家庭社家健手中接个人爱心年礼甲红包，互单身家庭感受满满关怀。创世基金会者团体已经办30年限时买价，今年受疫情影响，烦恼买价现场无法度保持社交安全距离，改用送礼方式，虽然较无自餐过年的感觉，却感觉真温暖。把一个红包当成是一年唯一可以帮他孩子换一双鞋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红包。今年这样没有办的话，就变成说，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幸福啦。就变成说，我们母子3人在家里这样自己吃一个幸福的一餐。今年社福团体募款变少，虽然有善心人士支持，不过公益买价也是挡袂过。台湾出现本土病例上新疫情，拢停办。不过也是民间团体得到保险业者赞助，连续3年邀请独居老大人来食团圆饭，原来欣赏欢喜。歌仔戏推广协会他做得非常好啊，因为他有专门的志工陪伴。他也有专车接送，所以防疫的部分他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也认为可以安心。亲像丰岛老人福利基金会为老大人举办的慰劳活动，在注重防疫的前提之下，会继续做。不过丰岛强调，会看国内疫情的发展，确实有必要会做适度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看到美国疫情。讲到美国各州因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00万人啊，而且接落来就是圣诞节假期。不过医疗体系却是还阁伫咧应付感恩节假期过后的病例。虽然美国官员苛刻民众上好伫厝里卖拍拍走，不过也是逐工有100万人坐无人机四界拍拍去，甚至有民众是无买相信疫苗，认为讲这做落是无效的。美国的疫情真严重，皮尔规家伙这个耶诞假期虽望真欢乐，也是选择出国度假。Disney refunded all of our money, but American Airlines did not. So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Disney Christmas. We have to use the flight. So there you go. Pretty apprehensive. So we're masks on. I don't know with the new strains coming out. I don't know if this is the smartest idea. 就算公卫专家呼吁美国民众踮伫厝内，不过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资料，耶诞节前一礼拜平均逐工超过100万人次通过各机场的安检站，甚至耶诞节进前的拜5甲礼拜，也就是18到20这3天，总共有320万人次超过感恩节纪录。加州确诊是超过200万例，将做全美国第一个下过这个法定的州。过去2礼拜是通报新增加约50万例确诊病例。因为医疗医所即马也伫咧承受感恩节假期了后低白调的压力，即马耶诞假期来也，未来1个月以来可能要面对约10万人低白住院的危机。It's really frustrating because every day I look into the eyes of someone who's struggling to breathe. Who's struggling to, get well? They want to be home with their family. 美国伫23早起嘛，敢若100万人有做辉瑞 BNT 的疫苗，也就是超第一批交货量的1/3。离年底进前达到2000万人注射的目标，也阁差真远。若是讲真正要达成，爱伫咧30日进前，达工有210万人以上来做。
目前美国已经核准2种疫苗，配上甲部署是一个大挑战。综合外电报道，初期注射量较少，毋过以后的成长，美国民众大部分对疫苗的安全有疑虑，所以即马上需要的是信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英国第23个发现到第2种变种的武汉肺炎病毒，这款新型的病毒唔但是更加高传，而且伫南非也害死真侪人。英国宣布讲，过去10天内捌去过南非的旅客拢袂当入境，而且讲进前大新发现的英国变种病毒，竟然已经传到亚洲甲中东地区啊。英国政府23证实，境内上新发现的2个确诊患者感染到từ南非来的传染力更较强的新变种病毒501V2。This new variant is highly concerning because it is yet more transmissible and it appears to have mutated further than the new variant that's been discovered in the UK. 南非的新变种病毒唔但传染力更较强，而且更较会伫咧少年族群当中快速传播。因为英国这2个患者拢捌去过南非，所以英国宣布。伫当地24早起9点开始，过去10天捌去过南非的外国游客全部禁止入境。毋过英国甲爱尔兰公民也是有永久居留的人除外。毋过入境了后，也是需要隔离检疫10天。南非政府嘛证实，当地上新的确诊患者超过8成，甚至是9成，拢感染到新变种的501V2病毒。互南非逐天新增加确诊，拄原本的1500例增加到10000例。若是这礼拜早1点伫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 B117， 就算真侪个加强边境的防疫，毋过南美、澳洲甲美国等也是拢已经断开，而且正式侵入亚洲。伫咧香港了后，新加坡一个车辆对英国回国的旅行检测时阵发现 B117的病毒株，若是中东以色列嘛发现4个 B117的确诊患者。其中3个人是对英国回国，第4个人也搁伫咧进行疫情调查。以色列宣布自即马开始到明年1月7日，入境的旅客拢爱去隔离旅馆待14天。We had to get back here before the deadline of people going into Corona Hotel. I wanted to be back with my family, and I didn't want to have to spend 14 days in a hotel. 南韩已经宣布暂停所有对英国来的航班，一直到12月底。日本24开始嘛禁止对英国来的非日本籍的本国旅客入境，希望会当全面预防新变种的病毒入侵。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中国的监管单位伫24早起宣布讲，要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调查，看因敢有独占市场的操作行为。这也是高协集团上市失败了后，买分第2回去互约谈。中国电商阿里巴巴集团最近正做政府目标，互中国监管机关点名涉嫌垄断行为，即马搁约谈旗下高协集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局24早起伫网站2项字声明，讲到最近接到举报，要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2选1实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所谓2选1，就是针对电商平台所设的规范，避免单一平台掌握大量用户数据，限制消费者选择空间，代替市场上的其他电商。这是自11月7日旗下高协集团上市前3天，美分阁互中国监管机关约谈。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分伫顶摆约谈当中，捌向政府市场表示愿意移交部分权限，即马看来政府是拒绝。面对帅气监管机构大动作启动调查，阿里巴巴集团表示愿意配合。反垄断调查的消息出来，阿里巴巴股价伫美国盘后重跌3.7%，港股因为亚弹节提早伫中昼收盘落8.13%。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昨暗交保，不过交保条件也真济，袂输是禁止处理共款。司法界也批评讲，这已经冲击到无罪推定和白写言论自由。关注人权的香港监察主席必用绝食来表达抗议。另外，自香港翻送中国后，通过审查会当伫台湾居留的香港人，到达已经有9500人啊，而且还有真济人想要过来台湾。
香港一团媒创办人李丽英23暗以1000万港票得到保释登交处，不过保释条件限制真侪，未需软禁，包括未当离开住所、会见任何外国官员、接受任何访问，也未当使用社群媒体。李丽英用来发声的推特小号也只好关起来。作为资深大律师的国民党主席梁家傑認為，這款嘅條件已經衝擊無罪推定嘅原則。呢個係直情係衝住無罪推定而去噶嘛，係喺未定罪之前都放棄自己嘅一啲言論自由啊，或者係發表文章啊，做網上嘅平台對話嘅自由。關注香港人權狀況的英國團體香港監察主席羅傑斯，也將喺平安夜展開24點鐘的警閃絕食抗議，要求釋放李麗英嘅成員中國各地良心犯家受迫害人。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join us and continue to work with us in this fight for freedom for Hong Kong. 羅傑斯也發公開配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中共及國際社會提出12項訴求，促請國際重視中共政權威脅自由世界。港版國安法通過了後，香港正世界嘅變化。根據移民署上新統計，到今年21月底，核准會當在台居留嘅香港居民達到9501人，超過去年。香港也是龍頭，向華強也申請依次移民來台，不過因為以親中嘅立場，防執期可能有國安危機。他們有向移民署提出依親居留的申請，目前正由移民署主管機關在作業當中。向華強後生向早甲台灣女婿郭碧婷結婚，不過伊即馬是中共共青團的會員。向華強嘅家後也捌批評反送中運動，一個甲中國關係密切國安單位研判，中共任務性移民可能性不排除。經濟民主聯合呼籲愛心情評估，以免影響國安。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總統川普第23號決明年度國防授權法案，這也表示講，這是要予中國甲羅西亞的禮物。不過，這也牽連到幫助台灣對抗中國聲明，所以引起國會反彈。參眾將於按算在2月29這2天，要用開會表決的方式，甲川普的決定來平盤。美國總統川普23號決2021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將法案退回提案的眾議院。川普聲明講到，法案無包括關鍵的國安措施，內容無尊重退伍軍人甲美國軍隊歷史，抵觸美國佇國安甲外交政策的拍拼。更加表示，這是予中國甲羅西亞的禮物。不過，也影響法案中阻台抗中的聲明，包括閣一擺強調協助台灣維持長久自我防衛能力，建立太平洋威懾倡議也當作變好決。我們也會持續的跟美國的行政部門，還有美國的這個立法部門，他們的國會參議院、國會眾議院，各方都保持密切的聯繫。川普進前就捌幾擺表示，不滿其中的通信斷證法第230條要求修正。國防授權法案關係達到7400億美金的國防年度預算。川普這擺行使好國權，也引起國會反彈。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批評川普是佇白宮最後時刻作亂。眾議院調集議員預備登記華府投票，推翻川普的好決。參議院也會佇29開會。非常有可能，參眾兩院會分別在以2/3的多數來去推翻這個川普的否決權，能夠讓2021年的國防授權法在耶誕節過後的幾天能夠再一次的這個提出來，而且是生效。另外，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杜梅甲眾議員瑞森沙爾也分別佇參眾議院提出決議案，呼籲美國當局甲台灣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對美台雙方經濟來講攏是雙贏，並且會當強化甲台灣的盟友關係。杜梅呼籲，特別就任的拜登政府應該甲台灣的貿易協定作為首要任務。外交部對此表示感謝，也繼續強化台美經貿談判關係。記者綜合報道。高雄市的輪船公司為着要吸引旅客來坐船，因也開始找網絡頂頭正出名的鳥仔來推銷高雄的觀光。不過，船公司的負債卻竟然有7億2千萬遐濟，有民意代表認為講會當考慮到民間經營的方式。船公司也駁回講，的負債是因為基တင်市民票價補貼，未來也會替船公司找出路。
高水的红啊一出场，就了有现场所有人。高雄市轮船公司24下昼邀请网红苗咪担任高雄航海大赛，甲市长陈其迈同齐上渡轮参观。比较有特色啊，高雄每天都有船啊，就要搭不一样的。也毋过高雄市轮船公司累计负债达到7亿2700万，今年佫受疫情影响，坐渡轮人数减少120多万人次，营收少2000多万。轮船公司表示，负债主要是来自机顶市民的票价补贴，加上渡轮逐工营运21点钟的成本压力。经营不好的航线呢，我们会做一些改善。然后另外呢，我们会增加一些高雄港的一个有港观光船啊，那希望能够借由观光的拉抬，还有改善内部经营不善的航线的检讨呢，把这些亏损慢慢把它补回来。负责官和平台呼吁市府应该评估明烟花的可行性，学者认为明烟花确实是一种善行，因为业者恐惊要卖关去吸收基定市民的交通补贴。转成民间经营的话，民间就觉得他们也有去吸收嘛，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市政府要去编预算去做这一个民众服务的这一端啦。学者表示，今年虽然无国外旅客，也毋过国旅有购人次将增加到2亿1000多万人次，应该会当补足国外旅客的空棚。建议轮船公司会当甲管理机关跨局处合作，扩大宣传行销，提升运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8月初，有一只游艇去到宜兰龟山岛外海，要去欣赏海岸甲海底。游艇刷去搅扰到动物，去互海保署及时警告了后，检方依照着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对准交客原起诉1年，也着爱纳罚金2万块。迄当时游艇驶真紧，冲向规定的海底，也因为这款行为去互别只船仔游客翕落来进行检举通报。县政府会同海巡署去收集证据了后，也通知船头家来说明。也因为这款的行为已经违反到野生动物保育法，检方也甲船头家原起诉1年。最近伫咧高雄市区定定出现高山仔，尤其是伫咧凤山区，这2礼拜上无有3、4只狗伫咧四界爬爬走。农业局讲，这2个月的通报案件有较济，要到30件，也呼吁民众唔通摕物件来饲狗。伊有听到番薯的声，要食番薯啦！伫啊！伊叫伊食。夜头看厝顶，就看到一只高山仔当咧食番薯，完全唔惊人。毋过，煞甲卖番薯的头家娘带一条，足大只啊！系啊。一只呢？一只。系啊。伊就讲，我就走出去看，结果看到，紧走入来啊！我惊伊跳落来啊！凤山北门里的民众进前毋捌伫个社区看到高山仔，最近高山煞连续出现，有时伫厝顶跳来跳去，有时覕伫个水塔边仔。即礼拜顶北里嘛有人看到高山坐伫个电火条顶，高山伫个凤山区四界爬爬走，里长只好伫个厝顶放铁笼仔，佮准备金蕉，等要掠高山。出现足一届。阮咧以伊的体型来判断，有可能是3只，真就是咧等高山来食金蕉啊。系啊，一定要掠起来，无你一直互伊伫咧附近安尼走吼，嘛毋是办法啦。今年的年底，就是大概11、2月哈，频繁的接获到民众来通报，比较特殊，我们在鸟松。凤山这边也都会有听到猕猴通报的案件。那大部分的猕猴，大部分的通报案件都是民众在居家附近看到猕猴在游荡。农业局这2个月接到将近30件通报，已经掠到9只。原本伫个茶山的高山，哪会行来这么远的凤山四界蛇？观察高山的专家讲，即马本地就是台湾狗拍种的死鬼。毋是讲因伤济啊，所以走出去，毋是，其实是因为因本来就爱刷去别位去找新的高丁，毋过咱上山就改成一个封闭的社区，伊无新的狗通入来，因若要出去，伊嘛无法度出去，伊所以较会伫都市内底走毋知影路。毋过林美银嘛认为，最近台湾狗出现伫个都市，确实有较侪，因为掠到高山拢是野生的。农业局认为，应该毋是民众用饲了放生，嘛是爱提醒民众看到高山免惊，毋通赶，毋通饲，赶紧敲电话通报。记者陈家军、刘伟哲高雄报道。
中华职棒会长吴志阳任期伫要到啊，各个球团代表今仔日去到立法院拜访副院长蔡其昌，希望伊会当来接会长。蔡其昌表示将接受伊的邀请，愿意来担任会长。若准顺利，蔡其昌就是头一位民进党籍的会长啊。林焕仪表决开放美国内地进口9项行政命令的紧张时刻，副院长蔡其昌半工会见中职5球团领队甲代表，对感谢接到中职会长当面沟通想法，感谢有能力符合各方期待。承诺这个5个球团对我的邀请来担任这个中华职棒的联盟的会长。嘉义棒球想法也受5球团支持，蔡其昌决定接了会长。伊讲就任后有3大目标要拍拼，包括足饼做大，促成第6队，互棒球界更加团结，加互人民规章更加清楚。财务上面，每个球团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把饼做大一直都是我们的愿望。所以副院长今天一开始就提到要把饼做大，这我相信我们的球团呢。都非常认同这个看法。中职1990年开始拍以来，历任会长董盼盼、陈中公、黄大洲、赵守璞、黄定台、吴志荣拢属于番拿电影人物。蔡其昌将是第一位民进党籍的中职会长。伊强调，讲棒球的时阵无党籍也是色彩。对媒体观测，中职讲有可能改名台湾职棒。蔡其昌安尼讲：时间到了。该有一些共识，该面对要讨论的，就像我们立法院一样了。有些法案没有共识就先留着嘛，时间到了该表决再来表决嘛，这逻辑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会有先后顺序，轻重缓急。改名无遐尔着急，蔡其昌认为首要重大是奥运6场役组成上强国家队，家己原本是中信兄弟球迷，做会长了后需要重立，从此无搁做兄弟。记者综合报道。现代科技新产品无塑胶人管精神，伫身体的钢筋黏因药研究出一套唔免接触皮肤，就会当监测到幼婴仔心跳甲喘气的设备。明年初也要伫全球规模上界大的消费性电子展览 CES 做线顶的展出。就是这个小小的装置，唔免直接接触幼婴的皮肤，隔一领衫，袂使测到囡仔的心跳、甲喘气、甲自信，传到爸爸妈妈的手机啊，随时掌握囡仔的状态。在婴儿睡眠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用担心说他可能临时会有呼吸或心跳或是婴儿猝死症的状况。它可以透过非接触人体的皮肤的方式，直接量测婴儿的心跳跟呼吸，同时能够透过婴儿的心跳、呼吸去侦测婴儿的情绪、睡眠及他的活动量。根据卫生福利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由于意外死亡的人数有671个人，其中7成是意外吸气。未来透过这项新科技，希望通对这款的意外状况做预防的动作。它可以用在这个婴幼儿，也可以用在高龄照护或是一些卧床的人，他可以来做这个监控，所以它应用是非常的多元。工研院表示，虽然明年 CES 因为疫情关系取消实体展览，不过台湾嘛是积极参与线顶展览，让台湾科技研发的实力，让全世界拢看得到。大家都要面对这个挑战，因为除了我们展示要做360度展示之外，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跟厂商的做商谈的部分，我们也要让跨时区、跨时空的可以让他 sign up， 然后来跟我们做一个对谈。未来这项技术会当结合数位科技，使用在较好幼儿的场所，亲像是做外来中心、甲托婴中心，希望有效减少人员负担，提升教学品质。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伫咧较早的庄脚所在，有人伫咧寄药包，建伫嘉义县为着要服务有慢性病老大人，卫生局甲医师药师工会合作，甲药仔包好势了后，才去送互士大人，也提醒因着要准时食药仔。这个方案也会当协助交通不方便的士大人。药师甲药仔包好势，再搁一号一号送去社区内底一寡士大的厝内，毋但提醒因爱定时食药仔，嘛会使顺续了解士大最近的身体状况。即种配合社区药局送药仔的服务，会用照顾一寡交通无方便的士大，互因嘛会当有好的医疗服务。社区药局会针对这些老大人，因伫食药仔的一寡问题，因比如讲，因一天爱食几顿，要安怎食，甲因整合起来，包几包，送去互因。咱感觉讲，因为咱的社区药局药师的介入了，这士大人因的身体健康愈来愈好，而且因的副作用嘛愈来愈少。嘉义县老大人的人口数占规县的20%左右，
这时代因为久长病需要医疗照顾，社区药局的协助解决偏乡交通的问题。除了医生来厝看诊以外，即马马上送药啊到厝的服务，让时代会当正确来食药啊。那我们这一个整个药师照护计划，我们目前涵盖率已经到了94%，甚至我们最高的阿里山乡药师也都加入来我们这个行列。所以呢，我们希望是说，透过这样的照护，让老人家在用药的时候能够更清楚，然后也能够正确用药。时代透过社区药局甲医生的照顾，会用随时来调整医疗需求，嘛会使避免时代食上侪相像的药啊。目前嘉义县有36间病院诊所，200多位医疗人员已经服务超过5000位嘉义县的时代。卫生局表示，未来会配合长照据点来推送，希望照顾更较侪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若讲咱人要回去的时阵，拢希望讲会当伫家己的厝里过往。根据着民间团体调查，这9档伫厝里或者是安养机构过身的人，虽然有变较济，若用临终照护人数来看，比例却是降低。因也呼吁民众、呼吁政府讲，若准备互人会当快活离开世间，就要提升社区医疗的程度。是大人伫安养机构一大就是几十档，嘛已经甲遮当作厝。毋过拄着临终的时阵，是真歹踮机构内。上大的原因就是欠安宁疗护团队的支持。那我们随时都得要有个医师来去诊断他的状态，并且开药处理他的一般还可以处理的状态哦。那这个时候呢就缺乏了，因为没有 order 嘛，没有医嘱嘛，又没有药局在旁边。那怎么把这个程序弄好来，让我们可以在机构医疗，而不要去医院医疗？附近找无安宁医护团队做靠山是上大的难题。若是长辈临终的时阵，伫安养机构，搁要面对复杂的人事甲家属的责备，才会常常有长辈临终之前伫病院甲机构来回走动。医疗改革基金会就提供资料，伫2011年到2019年，伫病院做临终照护的人，对15000人提升到6万多人。踮厝也是安养机构善终的人，是对4000多人增加到12000多人。人数虽然有增加，但是基金会照整体的比率来看，踮厝也是安养机构善终的人是减少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板里头的曲线，哈，就它是一路往下走的，好，那也就是说，今天台湾有意愿做安宁的民众，哈，如果有5个是在医院里头的话，只有1个是在社区。医改会就呼吁政府，若要推动在地临终，就应该要提升社区的医疗能量，无论对社区诊所也是医师，加强训练等等，配合安养机构整合资源，才会当改变现状。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伫咧婚姻大西有袂少人姓丁，不过恁敢知影讲，这姓丁竟然是代表讲有阿拉伯血统的意思。伫婚姻大西海口故事屋，就特别举办穆斯林文化展览，要互民众更加了解祖先的历史。听穆斯林咧唱歌，你敢会当作是外国人咧聚会？其实伫婚姻大西遮，捌流传一句话：大西丁一半，讲遮的人口有一半拢是姓丁。这个丁也就是阿拉丁，意思是因的祖先其实是阿拉伯人穆斯林。人讲红旗好者对道起地，为着追求家己族群的根源，也互乡亲了解这段历史。大西海口故事屋就和台中、台北的穆斯林来办展览。慎终追远，那么他们的祖先是穆斯林，那么我们的祖先也是穆斯林，所以我们是想要分享，就是要让这边的人知道我们的祖先的详情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先也是穆斯林。古早中国元朝的时，就有真侪外国人伫朝廷做官，也有来做生意的。其中一位阿拉伯人伫战乱的时阵，规家伙仔刷去单工，后来家族就愈来愈大。根据族谱的记录，大西姓丁的祖先就是伫16世纪对福建的单工来到台湾，但真侪在地人拢唔知影家己有一个阿拉伯的血统。他做的是一般所谓的印度彩绘，就是 henna。像他早期延伸出来是在比如说新郎新娘他们比如说嫁娶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彩绘，然后双方亲人呢会针对这对新人就是帮他们设计图腾，然后画在那个新娘的身上、手臂这样子给他们祝福。这个展览的内容真丰富，会一直开放到明年的2月28日。民众会当来大西遮行踏，理解历史文化，
体验人体彩绘合适阿拉伯的文字，真是有价阁有量。记者综合报道。随讲北部为手写台语文，由台湾的字体设计公司推出一档支援台语刻意拼音，加接用汉语的字体，对语言的传播有真大帮助。要拍台文字，煞常常拄到字体无支援的问题。即马台文的书写甲应用愈来愈顺畅，但是支援台文的字体却真有限。都有日型公司特别杀出头一套支援台语刻意拼音甲接用汉字的字体。有一寡朋友就甲我反映讲，啊，是毋是恁做汉字，是毋是要将台语甲台语这部分嘛做一下？啊，阮就想讲，啊，既然是遮尔在地、遐有意义的代志，所以阮当然一定要答应。但是做台语，阮有。因为是阮台湾头一间伫做的嘛，啊，所以有面对真侪的问题。因为汉字的数量多，加上台语的特殊用字，就算字体推出啦，团队到呾也继续咧补充欠字的部分。真正若要一套字讲要支援到到只10万几字，啊，尽量啦，因若甲阮讲因需要什么字，啊，阮就尽量来满足因安尼对。虽然各种字形伫生活中世界拢看会到，但民众对这道却真青分。要做一个字形设计师，练字是基本功。为着要让大众对字体有更较侪认识，字形公司嘛走入校园，甲教育推广的责任担起来。就是迄 Just Fun 有参加一个展览，啊，迄个时阵才知影讲，有这个工课安尼。其实较早有读过 Just Fun 的一寡文章，啊，毋过。啊，因为这个工课较少人做，所以嘛是伊咧找人去加入这个工课的时阵，才知影讲哦，原来一般人拢会使去加入这个工课安尼。除了伫校园内，伊嘛伫网络顶建立交流讨论的机会。其实你看自嗨上面，其实它的会员数很多，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社会大众就是一般人哦，他跟设计科系没有关系，他开始会发现说那个文字在生活里面，然后有些人就开始会感兴趣。街路的招牌看板、超商内的商品标示，甚至吸引仔，其实都咧选字体。民间的字形公司毋望透过教育推广，让侪侪人会当对字体设计应用有更较侪的认识甲感受。记者杨淑晴、张玉水台北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14度到20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18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